最大声等下遐饲，啊无你会伤大声，你会惊着。我甲你挂耳机啦，你怎无我袂惊挂？着啦，我这乖的，我拢袂惊着。好，安尼咱要开始看哦。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外讲台语》，我是阿丁。咱定定若伫咧山顶咧行山路的时阵，有当啊拢会看到，像我后壁这，有当啊咱拢会看到迄树仔顶悬有迄种足大片、足大张的蜘蛛网。咱一般拢会想讲迄是人面蜘蛛的蜘蛛网，啊，毋过我今仔日来遮吼，有看到一种算是人面蜘蛛的亲戚，啊，伊的身躯顶悬有一条一条。黑色的线，叫做环抓蜘蛛。对，伊的腹肚顶面有一条一条的环抓、乌抓安尼，一条一条。你刚才有偌大只？这大只哦，甲你的面平大哦。你等下看，你看伊腹肚足水的，伊腹肚顶面。伊腹肚就歹耶。你感觉足歹哦？好，安尼，你感觉足歹，安尼你较袂去会掠去。伊就会甲我掠去。因为你可能就想讲迄是花，你就想要飞去树伊的边，啊，就去互伊掠。环抓人面蜘蛛，暗时的时阵，敢若像月娘反射着日头的紫外线，照伫因的身躯顶。这花草伫咧昆虫的目睭，因敢若会当看到黄色会反射紫外线的所在，啊，所以腹肚就会出成的一个花蕊。所以话暗时出来也来飞过来，啊，就弄伫伊网仔去互伊黏着，然后好料通去食。为什么要用因的网仔？因为因用网仔是要，哎呦，因为因的网仔是要摕来掠一寡虫的，若是虫无说你飞过来是跳起哩。弄着伊的网仔，伊就会黏着，啊来蜘蛛用伊的丝甲伊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啊就当食。伊掠着一只草蜢啊，啊，即马伊用丝甲伊钉掉了，即马正咧食即只草蜢。啊，而且因的网仔吼，有的所在会黏，有的所在袂黏哦。你要看卖是环的会黏，还是直的会黏？直的。你感觉是直的会黏哦？哦，啊，毋过你看我的手。咱会当来用手来试看卖，就是这环的线，你若甲摸着，会去会黏伫咧手里，就是安尼，足黏的哦。啊，毋过若是像这边仔这直的线，伊是无黏性，啊，而且你甲伊揪规片网仔拢会叮当，啊，所以蜘蛛吼，因咧黏物件是靠这环的线，啊，直的是因咧行路的所在。因咧蜘蛛丝吼，伫咧因咧体内的时阵，像水体共款的迄种卵白质，啊，伊会按伊腹肚尾仔即个孔，其实有足侪孔啦，吐丝的孔喷出来了后，接触着空气，就会顶起，啊，就会变做丝。啊，有当下讲到蜘蛛，大家拢会足惊吓。啊，毋过其实因对咱人是无害的，因为因其实嘛袂甲人咬，像讲我会当甲伊请落来看卖啊。台湾的蜘蛛真正对人有毒的无几种，所以毋免紧张。啊，咱后盖若看到蜘蛛，我才掠你耍好不好？敢要？毋卖哦，啊无我掠我的手互你看。敢要？无毋卖，还是我放我的面互你看。敢要？我讲甲伊电头毛，讲甲伊看医生。你敢要甲伊电头毛甲看医生？哦，好哦。啊，其实吼，蜘蛛因咧行路的时阵吼，因拢会牵，因尻川的丝嘛，拢会哪行哪牵。啊，所以因若是跋落去的时阵，因才袂摔死，所以因就会当像，咱讲咧坐电梯共款。我甲伊放在我的面顶悬啊，安尼就袂走袂。喂，好啦，莫甲你搅了，放你转去你的房啊。去哩。蜘蛛。蜘蛛。好啊，咱蜘蛛看完啦。好啊，咱甲蜘蛛拜拜。